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是正大的消息。来看今仔日是立法院第一会期的上尾一天，朝野立委赶速度协商到重要的法案，但是因为法案相关的主管拢无到场，嘛，互这个协商的场面相当的火爆。讲海水看看，船头个小拄着，今仔日就是立法院第一会期上尾一天。那院会加快脚步清仓法案，并对争议性法案协商会场嘛是关未煞。陆委会主委跟我们交通部部长有什么更重大的事情？呀，这是无尊重啊！院长主持呢？机关的部长一定到嘛？讲话嘛？你说其他机关可能是次长来，但是主责机关的部长一定到啊，这最基本原则啊。去中国团刚未解禁，这党开始咧讨论，那也就歹亲笑。由于会主会含交通部长说不来，甚至嘛无甲院长韩国瑜请假，和瓜总调淡薄改丢改扣。无来一定要甲院长请个假，这是一定的。啊！你们要谴责他，我没有意见。或是咧，只是一时的民进党的立场，赶快脚步夹在公中法官讲，绝对不会让步。然后假这个台湾公安之名哦，那实在是啊，配合中国统战嘛，这个很清楚啊。今天造成这个原因是谁？当然中国大陆嘛，你应该建议中国大陆才对啊，怎么建议我们的？你都只想这些政治，你有没有想过业者呢？你到底有没有活在这个世界里？关尾1点钟，朝野共款无共识，韩国瑜只好无奈宣布交付议会进行表决。今仔日上尾一天，赶清仓，韩国瑜坐定协商，副院长江启臣人伫咧机场，亲像正交法修法，上市贵公司爱甲加赚钱，拨落来甲员工加薪水。地质法学修期权实处门槛到70万元，无争议法案全部敲退通过，就亲像准备紧接大风何必来进行点枪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